先來看高雄橋仔頭昨暗時傳出一宗命案，這姓金的一對兄弟仔呢，是因為財產超賣好勢轉去冤家，65歲阿兄殺死62歲小弟，就連86歲老母去甲接嘛來着傷。這警方是表示講，專案是會照殺人罪來偵辦，嘛因為涉嫌到這個家庭暴力，所以通報社會局來提供協助。在暗時晚7點，一大隊警察趕緊來到高雄橋仔頭這條巷仔底要抓人，因為有民眾報案講，這間徛家有人冤家嚷甲大細聲，哪像閣有舉刀啊！警方趕到歸隨甲65歲舉刀的阿兄抓起來，不止個62歲小弟已經倒佇咧塗骹，緊急送病去搶救，也是救無轉來。我老婆說有聽到有一個女生在叫，當下我也不曉得，然後來我就去載小孩子。我回來就看到哇，一大堆警察。因家產問題引發肢體衝突，導致包含母親在內3人受傷，其中62歲的弟弟因頸部傷勢嚴重，送醫搶救後仍宣告不治。警方表示，阿兄佇外口睡厝，小弟甲老母也閣小妹一個卡話住佇咧遮。因為小弟欠錢用，想要甲厝摕去貸款，阿兄認為不如賣掉，大家分家就好。因為超賣好勢去冤家，阿兄去補買舉刀殺死小弟，厝邊斗聽到安尼，攏錯一條。40檔啊呢？是40檔啊。對啊，我小時候6年級在這邊的時候，就看他們就住這個。因兄弟啊，感情安那？無好啊，感情無好啊。感情無好啊。係啊，攏驚冤家啊。本案後續進行遺囑關懷。並視案家需求，連結喪葬協助、法律輔助等相關協助。目前在這拄過86歲老母說親目睭看到後生相拍太死，社會局表示，當事家庭不是服務中的個案，因過嘛無相關的家暴通報記錄，後續會派人去關心，提供協助。記者柯家做邱朝陽高雄採訪報道。